當年啊，我接下呢個角色咧，我覺得呢一份係一個召叫嚟嘅，明愛嘅使命啦，以愛服務，締造希望啊，同和富人和家父民和國父咧，係好好嘅合拍。我相信咧，透過明愛嘅暖萬心，更加重要係個籌款，係全港可以聯起來，要有關愛，要有同理心。咁我諗爸爸身體力行啦，喺我懂事以嚟咧，佢都會好關心身邊嘅人啦，亦都係覺得為其他人服務唔係一種得閒先至做。更加重要，我哋有個承諾去幫助有需要嘅人，特別係被忽略嘅人。呢3年我睇到明愛點樣去幫人，幫有需要嘅家庭，幫助青年人有信心，最重要係幫助長者咧要有尊重。當我睇到明愛嘅服務，知道生命改變生命啦，我就知道呢個工作係好值得我去做。我見到女兒佢先就接棒啦，用同一個嘅初心去承擔，我係好感恩嘅。我最開心就睇到我下一代有呢個善心。其實真係受之有愧嘅，明愛呢一個咁重要嘅一個籌款嘅活動啦，其實有好大嘅團隊喺度默默耕耘嘅，覺得佢都真係幾十年嚟都係為社會做咗佢哋嘅。咁其實我就真係冇得比嘅同佢。既然我都相信係要身體力行嘅，咁我梗係都應該要去努力嘗試做好呢份工作啦。能夠同大家並肩咁樣去服務社會咧，係即係我嘅幸運。咁啊，能夠睇到明愛啦，繼續係為弱勢社群啦，香港每一個家庭咧去造福人群咧，咁係我哋嘅福氣嚟嘅。每一個捐款啦，背後都有一個嘅信任；每一個服務啊，背後都有一個有心人。現今喺香港咧，我哋即係全球啦，都面對好多挑戰，人口有老齡化啦。青少年為嘅出路又有好多疑惑啦，科技亦都帶嚟好多衝擊，家庭同埋種種任何階層嘅人同埋年紀咧，都係承受咗好多壓力。咁我相信係要用一啲新嘅方法去做回應，亦都要係同唔同嘅持份者啦走埋一齊，去諗下啲新嘅方法咧，去解決問題。我諗最重要就係一種合作嘅精神。關懷同埋一種愛咯，咁呢樣嘢係永恆不變。每一代都有自己嘅方式去回饋社會，但係有一樣嘢佢哋要不變，我哋係點樣對每一個人？我哋需要有關愛、尊重，為佢哋帶來一個希望。我哋嘅生命唔係淨係為咗自己嘅，咁我諗點樣將我哋與生俱來嘅熱愛生命裡面嘅真善美，點樣將呢種希望傳承落去？即係如果身邊你能夠成為人哋嘅希望，其實佢點着咗咧，咁佢又可以傳遞出去嘅。多年來，明愛一直同香港同行。你哋嘅支持真真正正改變緊生命。誠邀大家繼續支持明愛，出錢出力，亦都獻出你嘅寶貴嘅時間，一齊成為希望的傳承者，攜手同行。